人到来进风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陆派的优秀传人黄慧以及2位戏迷朋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的到来。那坐在我边上的呢，不用我多介绍了，就是我们优秀的陆派传人黄慧，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黄慧，又是光临名家名段节目，欢迎你。谢谢。那么坐在我这边上的呢，是我们的戏迷朋友姜老师，来打声招呼。大家好，我叫姜磊，是陆派沙龙的会员，也是黄辉的忠实戏迷。好，欢迎。各位呢，大家非常的眼熟啊，这个远看有点像陆老师、陆锦华老师，他就是做客我们3次这个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的张毅，来再次打声招呼。大家好，我叫张毅，这是我第3次来到名家名段了，可见我对陆派的痴迷程度有多深。好，欢迎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黄慧姐，你看2位戏迷朋友做客名家名段。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想了解一下你，走进你哈。那么首先我知道有一件盛事对你来说，因为是情探嘛，对不对？情探以前是陆老师和傅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那么现在呢，由你和这个裘丹丽一起合演。我知道黄慧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当时接到这个剧本，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是不是压力非常大？有，肯定有压力。因为一方面就是说，老师那个角色在广大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深入人心了，已经是，而且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戏。对，然后我知道这个田汉当时还说过，我们的陆老师演的就是他心目当中的一个王奎的形象。对对。而且那么多时间没有演过舞台剧的情探，对你来说压力肯定很大哦。对，确实是这样的。怎么去下功夫去研究的呢？就多看剧本，然后跟老师联系，跟陆老师美国的陆老师在美国呢，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老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样啊？然后老师跟我说了一些，就是说，这个人物吧，应该说，因为一般意义上大家都觉得王奎这个人物是个反派人物，是个坏人，把这个人物分寸掌握，就是说3分归自己，7分归社会，是这样跟我。希望我把握这样的分寸，就是说，那在演的时候，自己觉得这次演对自己这个表现满意吗？还是这应该说让观众说吧。应该说这个这次复排的那个情探呢，比原来的呢有所改变了。有的地方呢就是更精炼了一点。有的地方嘛，作为我们戏迷来讲，还是好像有点遗憾。那么黄辉在里面的表演和那个演唱，我感觉还是挺好的，不错的，挺像的，挺像陆老师的，挺像陆老师的，看得很过瘾的，真的啊。那张毅呢？我觉得就是作为戏迷来说，送别没有了，就比较可惜。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喜的是，在那个第2场的伴读里面吧，加了很多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戏。我觉得这场我非常喜欢。不过呢，说到这次裘丹丽和黄慧的这个演出，很可惜我没有录像，因为我知道你们还在不断的修改，对不对？对，还要打磨。这以后还会什么时候演出呢？应该12月底吧。12月底。12月底。经过这磨练之后，再打磨之后，再呈现给观众。对。那修改会大不大？本来就已经蛮大了，但这次的修改肯定是精雕细刻，它会有的小的地方比较，就是比如说可能时间允许的话，就是说，把送别这一场再加上去，可能会怎么样相进去比较好，处理一下比较好。现在我们的黄慧姐呢，在这里呢是要卖个关子，请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在12月份的左右呢，再去看这出戏，对不对？经过打磨后的情探啊。那虽然没有我们现在黄慧和裘丹丽的戏，但是呢，那我点播一段那个陆老师的情探。好，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张岳公，实在利用孟良和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言道：张岳公不起早康，故而不便答应之门亲事。
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只是老丞相放得常月宫的妻子，乃是莱阳名苦养的野花女子，此事倘若被人知晓，常月宫的脸面何成啊？老丞相实在是为常月宫苦心，故儿们命下官再来提亲，常月宫可办无推洽的了。他们是此相爱，是何是好啊？见吾神梦相依初见，月梦见辜负来，欢喜三路命苦熬，他原是四相门的贤德的好穷才，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定期再去不应该。常元公，常元公不要太师对，西天下国应开为，教会本是壮胆驴，真逼得儿们羞女贫财，他早经无处心难改，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外在，是这样欠债的良机是难在。常元公啊，你错不了几位要为呀！就他句句一语动我心，欠债良机实难在。大丈夫应有临用之，我岂能负先生为穷才？自古到今既是要真相配，我实在相负。从今有世上请用神风吹。常月公意下是何？奉圣相有爱，若身贞观太子，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儿，是何是好啊？常月公，这牛水菜不是最好的品物吗？这牛顺在么？原来知见之问，是以他为品，这届常月公心结是牛，情重是山啊。区区笔问，望不见效。此事待下官禀明我老丞相，即日起来迎接常月公妻子相夫，以便完婚。多谢见公，告辞。奉送告辞。想不到我王奎一家儿子，竟做了天子的门生，这样的爬去，也困飞黄腾达，望生百里，好不可惜呀！千中所有应是用，王奎今日奉上席，不为我外场风度苦实在，从今与丢在无上忙忙牛带上担喜呀！
戏校就是选择陆派的，还是选择什么派别？我学的是陆派和徐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黄慧唱徐派吗？应该说没有听到过。我们首先来一段好不好？掌声欢迎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手。知道她河内草莽人情味，强用来国家经济非所虑。宝姑姑你不要笑。不是我听着你怎么很有王派的韵味儿？就是没有王派的这个高调。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黄慧姐呢，把这个当时学徐派的这个风采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后来经过筛选，为什么去选择陆派？因为我知道陆派照来说，这个流派并不是像徐派那么大，对不对？那怎么会选择陆派？那个时候也是戏校的领导，我们那个乐剧班的领导也认为各个流派应该大家都要去学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戏校学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唱不是单单唱一个流派，我们上唱腔课的时候各个流派都学。今天唱徐派的，明天唱尹派的，后天唱范派的都要学。然后呢，就是大家老师觉得，哎，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你的个性比较适合谁？那这样帮我们安排分配的流派。那我是比较钟爱陆派，应该是。其实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其他流派当然也很喜欢，但是最喜欢的是陆派。我是受我爸爸影响，我爸爸喜欢陆派。你们家是不是粤剧的这个戏迷的家庭呢？应该不是，我爸爸喜欢粤剧，我妈妈喜欢沪剧。黄慧姐也说了，她家里呢，她爸爸喜欢粤剧，她妈妈喜欢沪剧，而且呢，她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粤剧和沪剧都喜欢的。我们也来请黄慧姐来唱一段沪剧，好不好？来，欢迎。西台路嘛，有对侬深深讲啥？我来做个媒，好的。帮侬称心肠，人在下配门下大，家生生啊，我做媒人可家呀。帮我们看那18只地方。什么武士的？发现黄慧姐唱这个沪剧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哈。那么刚才也说了，黄慧姐其实在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充斥着很多这个戏曲的感觉，然后戏曲也给我们带来快乐，对不对？对。那在这里我们准备了几个心理测试题，也是要考我们的黄慧姐的，准备了4个，分别是个性、事业和友情。让我慢慢的谈。首先呢，谈到了家庭，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黄慧姐。这个家庭位置是放在第几位的啊？看见他非常的紧张，眼神已经不自在了哈。是张先生全家出去兜风，一家人包括张先生、张太太，还有2个读小学的孩子。现在的时间呢，将近中午了。他们准备呢吃午餐。那么张先生说呢，把车停下来。那么请你想象一下，他们会停在哪家餐厅啊？一是海边的餐厅，B是公园边的餐厅，C是普通的农家餐馆，D是日本料理店、咖啡厅。你不要紧张。农家菜。天哪！怎么？农家菜象征着简单，说明你太忙碌了，会把家庭摆在第2位，准不准？差不多。真的啊！看来我们黄慧姐一直是对着这个粤剧事业非常的执着，有可能家庭是摆在这是照顾不到，有的时候要看情况的，就是说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可能家庭放在第2位。然后平时比较空的时候，我家庭放在第1位，是这样的也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粤剧演员呢，向我们黄慧姐学习，要把粤剧放在第1位，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的福音啊。对。那么坐在我这边的这位小朋友呢，可以说小朋友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哈。差不多变小朋友了。我出去人家当她是我女儿的。真的，有福气哦。我们的张毅呢，他是跟我们的这个黄慧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缘分。我们认识已经快5年了吧。这个做女儿做了5年了。他的陆派唱的特别好，你知道吧？我这里就不同意了。其实我觉得我陆派唱了也不比你差。来，我们标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著名的我们的粤剧演员黄慧老师做评委，然后姜老师呢做参考评委，拿分数举牌什么的，好吧？好，你先来一段吧。送到提示吧。哟，这难度更大了。好的，很好听的。鸡鸟归小乡下，永无弥漫做山呀。
引路人无此苦心家，恰原来把永生死有人家。天哪，我不比了，唱的怎么那么高啊？那既然呢，我们的这个张毅呢比彼得呢高了这5分，获得了本年度越剧大赛的头牌。彼得是探花，对不对？但是呢，给你一个机会，就表演一下，点一段名曲吧。好，那我就点一段黄慧老师的折子戏《倩女离魂》选段。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君正在，倩女百病了，小姐，小姐呀。受身教育，你为我传神处，先把名声，你为我问出叫滚天动地，你为我一路风霜把名接力加偏情深深爱重重，情深爱重恩义长，小生不得与不能，经得配亲亲你牙关手上，从今儿天塌地夫人啊当，再不娘我的妻，都是凄凉，都是凄呀倩女离魂，那张毅为什么要点这一段呢？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是新排了这个《倩女离魂》这出戏。我呢就是首演呢，其实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但是在那个通过一个朋友，他给我听了那个录音之后，我突然听到里面黄慧的唱段，我想啊，怎么这段唱怎么那么好听，很轻快的一段唱。然后我因为是从小喜欢越剧的嘛，对流派还是分得挺清楚的，一下子就喜欢上黄慧，喜欢上陆派了。后来呢？后来你当然要跟黄慧姐接触了，是怎么接触的这场面？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吧，让我认识了她，我就跟她说我很喜欢她那个《倩女离魂》这出戏。然后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网友也是通过那个看了他的《倩女离魂》而喜欢陆派，喜欢上他的。黄慧姐对于这个《倩女离魂》呢，对你来说意义应该是很重大的，因为是不是通过这个戏有很多人认识了你？对，确实是这样。张毅吧，还有姜老师吧，还有我许多就是成都的朋友，还有香港的朋友哈，好多朋友，反正是。以前人家只知道我是演老生的，从这个戏开始，人家才认识哦，原来黄慧能唱小生的。
现在我都没有敢引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既然我们的黄慧老师说出来的，那我就要问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黄慧姐其实是一个很用功的演员，而且呢，做任何的角色呢，她都会用功去做。但是势必下呢，有的时候你在演员老生的时候，会非常的出类拔萃，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你是唱老生的。当时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郁闷？也不是吧，也不是特别郁闷，就是说。当初我演那个老生戏的时候，那时还在戏校，很早的时候，在戏校学了1年的时候，我们正好86年的时候，粤剧院有一次演出在香港去演出，然后里面有一个打金枝的老生，然后院领导就考虑到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惊奇。唐璜，张慧峰老师，那张慧峰老师演的打金枝的那个唐璜。哎，我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找我来演老生？那个时候小孩子嘛，哎呀，好看，反正唱小生好看，唱花旦好看，戴个胡子怎么会不好看？那种感觉，所以好像不大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然后领导跟我说，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尝试一下。当时你其实心里有负担的，有，特别有负担。我觉得我的嗓音条件根本不适合唱老生，我的声音其实我的声音是花旦的声音，应该说是这样的。哦，真的啊？对，然后但是我对唱了比较感兴趣，我什么都敢唱，老生也敢唱嘛，花旦也敢唱，大花脸也敢唱，可以说就是不像，就不是很像，所以说那个时候领导跟我说了以后，我说那试试看吧。然后我很幸运，那个时候就张桂凤老师亲手来教我的，手把手教我的，所以说。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学得很快的。然后其实如果当时你老生唱了不怎么地的话，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老生演员，你说是不是？还吵的是就是说87年的时候，我们到法国去演出《红楼梦》，那个时候领导又考虑到我演贾政，那我觉得是2个流派啊。那当初演贾政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你身上有一个书卷气，对演老生的书卷气哈，对，真的。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书卷气，我还不大懂，但我也很幸运，可以说，这个戏是徐天红老师来教我的，手把手。虽然曲折，我的演艺道路不是很平坦，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路上就碰到了很多好老师。刚才我们的黄慧来说，她付出的努力，这个贾珍的这个塑造呢，使很多人都认可了，还是成功的。姜老师也看过贾珍，看了，成功的这个贾珍是。那么在今天，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点播他演的那个贾珍这一段。好，接下去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黄慧激情演出的《红楼梦》当中贾珍的唱段，一起感受一下。徐大圣，再来，让我去打饭来，把门都关上。老爷，啥子也能钻，想到里面去。你看，老爷。天哪！天哪！相家父死里作宁之中，富贵功名之家，尽拆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你不能光灿灿汹涌进，你不能为家楼高登，强于那娘头戏子去。成了颠落门楣，成
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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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挡了，老爷。老牛，老牛，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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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再一直想问黄慧姐的问题，目前现在执着追求着这个路派，是不是你个性所然造成的？怎么说呢？应该说自己所爱吧。应该所爱啊。那么接下去我们有一个心理测试题，就测试你的个性到底是如何啊。从选择衣服的去看你的成熟程度。买衣服时呢，你会以什么作为选择的主要依据啊？买衣服啊 ，A 牌子 ，B 流行 ，C 颜色，D 价钱。都不是我要选的，这没法做，这个一定要选择一个。不是我选衣服不会选时尚的，也不会选流行什么，颜色选什么？颜色当然颜色一个方面，然后我款适合我的，只要适合我的我就那就是款式。第二款式，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每天呢人熠熠，充满，同时呢又受到很多朋友的信赖。缺点就是你对日常生活乃至人过于严肃了一点，像不像？像啊！对，我很求完美的，对自己一直很不自信的，有的时候。对每个的艺术塑造都要精要，这也是对生活非常压力，是不是？确实是对。其实很多事情造成的压力。通过这个《倩女灵魂》之后呢，黄慧姐在这个道路上是一帆风顺了。大家看过黄慧姐和林姐演的《盘夫》，很像陆老师，从唱腔到表演，我看过这个录像，我可以跟他是一招一式都是把它学下来。其实说到这，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从艺道路上，其实陆老师在海外，那么交流的话，他难得见上一面，交流就是打电话。不像其他的就流派的面对面的交流。那作为塑造，如果做盘夫的话，你择这个专业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完全是看录像。看完录像以后，我也很幸运，请到了那个曹英娣老师，来帮我辅导这个戏。真容的一招一式，还有正是人物的内心啊。然后在老师回国的时候，我又去拜访老师。老师跟我讲分析人物。是这样，然后再慢慢琢磨，然后就是说，向老师学的同时呢，自己再融合一些自己的对人物的理解。老师傅领进门，修行都是靠自身的。这像黄慧姐就是靠自身，同时呢也吸收老师这个录影资料，然后感受一下。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应该说像我的同仁包括我们的就说王志平吧，还有方雅芬他们也挺关心我的，应该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大家配合的都非常默契，非常好。那张毅盘夫去看过没有？我就特别兴奋，总算有一个陆派的大戏要上演了。之后我就一直去那个越剧院的排练厅，也看他从最初的排练到之后就是上台演出。我觉得黄慧老师在戏里面，就是在排练的时候，绝对是就是真的是下很大的苦功，对。然后在家里也是一直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在放老师的碟片。在家里你怎么知道的？可以说我排秦探排盘夫开始他每天来。他只要有空，他都会到我们排练场来。然后还有什么？拿个摄像机拍下来，全程给我拍下来。拍完以后，我回去看哪一点不行，哪一点可以的，哪一点还不足。真的，我们非常感激，真的是非常感激。老师感激学生，我们第一次听到。那我相信呢，张毅在跟黄慧姐交流的时候，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对，我们给一个机会来点一段什么，顺便呢把一声祝福送给我们的黄慧
老师，好不好？好，那我就先祝黄慧老师身体健康。有了身体健康呢之后，勇攀高峰，就是多排陆派的大戏。感动吗？感动的眼泪出来了。点段什么？我想点一段《盘夫索夫》的选段。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兰真没有太错你，你愿抱着心疼，你不听爱我不依，还有什么不提的心？你来来来，去去。朕岂有此理！娘子，谁是你的娘子？血海深受心头情，错把娘子当仇人。今天我方知，怎么啊？你是演得起？这什么兰真是你演啊？发开锁心将我欺，又遭杀在凌云寺。你是一封小书将我离，今日你落在相国府，我看你差此一难比。娘子啊，可怜我家仆人亡受尽苦，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见死不惧，你心无人。娘子啊，你我到底是夫？你咋到瓦堂去禀告，岂不是亲手杀你丈夫？娘子啊，夫妻终于夫妻情，烦望娘子来饶师傅。父亲祖，我难救一念的亲丈夫。两家生死要我定，那年光好比我兰真中啊！娘子，你是照亮我们娘子。我年年放着两条路，我兰真是太糊涂，弟弟做天下嘛，我做不学谁杀人多，我怎能不去？
回想起来，苦苦的哀求，少年起来。娘子，其实，在你人生道路当中呢，有一出戏对你来说至关重要，《救风城》，对不对？对。那个《救风城》呢，也是你第一次尝试，也不是说就纯反面人物了，对不对？这个《救风城》当时接到这个戏，有没有故事呢？这个戏有四个主演，应该是两生两旦，应该是这样啊。你郑国凤还有方雅芬和陈颖，对，两生两旦。然后男主角是一个反面人物。那个人物一方面要很潇洒，另一方面要风流倜傥，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很阳刚的，心如毒喝，还有一个对毒蝎，对，然后很阳刚的那种。哎呀，他们在想来想去找谁呢？又是一个反面人物，所以领导就说，哎，选到了一个我，还有一个唱小花脸的，还有另外我们一个同事，我们3个同事给导演看。我们那天正好在扬州演出《红楼梦》的时候，我们领导打了电话给我，他说：“黄慧啊，你回来把那个剧本拿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定你演那个周舍，《倩女灵魂》是2000年，然后接下来一段就沉寂了，就是没有什么事干哈，那种感觉，对你很迷茫。对你这种心态，觉得非常的痛苦。其实，对我觉得找不到目标的那种感觉。对，重归找回了自己在越剧院的事业心了。应该说，我觉得跟你聊天下来，发现如果你这个人失去目标，你会很痛苦的。对。包括我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对啊，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执着，而且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女性。只要给你这个发展的空间，我们黄慧一定会把它顺利的完成，而且是完成的非常的好的。就怕没有给你这片天，而且对你来说活的是非常痛苦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个救风城了，黄慧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到后面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角色了吧？应该是吧，也是很多观众也是通过这个戏又认识了我。2-3部戏又增大了这个戏迷朋友。对，姜老师和张译肯定去看过的，看了不止一遍。哎，那你觉得黄慧演反派人物，你们支持吗？应该说是支持。因为这个《救风城》里面的黄慧，我看了以后，我感觉她在表演上是进了一大步。在盘夫的基础上又进了一大步。因为她是好像是。我感觉是突破了他自己以往的那种戏路。他把这个人物把握得非常好。这个人物戏迷看了太喜欢了。他演得太好了，是这样的喜欢。而不是喜欢周舍这个人。是因为我们黄慧演了这个人物太好了。我知道你是我们的黄慧的老戏迷了哈。在这里送上祝福，来点一段名段吧，黄慧的名段。那我也祝福黄慧在事业上呢能够勇攀高峰。下面我就点一段那个就看《救风城》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救风城》。再见，你当先君众位姐姐，众位姐姐呀，姐姐是雨中上我神仙家。花中无用地呀香，仰慕深深的长思念，水里梦里千人长，今日里得到爹娘为知音，愿从此恩情马上相最大爷，请让美剧加油。
菜呀！哎呀，这些酒菜早得别人上课，早得周大爷岂不得嘛？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哦，什么东西没有吃过时常要有特别的美食，特别的美食，周大爷，这是我们宜春院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请周大爷享用。特别的美食，特别的美食。原来是个谜，姐姐，你叫周大爷吃谜？是啊，这谜呀，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吃。姐姐，这不是普普通通一罐米，它是宜春院之宝甜蜜呀蜜，名长之人不能用，比那非常之人能上比。东西他一结算缘，有因上之甜蜜。饮水相逢初相遇，何必错落可相比。有缘人结了甜蜜蜜，从此一生为甜丝蜜。周大爷，好，周大爷，来，请请。他将八方你眼下，叫声有时担心有怜惜。哎呀，周大爷，你是要看啥嘛？一只两，他出最好，他给周大爷拿出来。周大爷，相处配甜蜜蜜，天生一对好主啊妻。周大爷，请。周大爷，好，周大爷，来。周大爷，快喝口茶吧。周大爷，你好一点了没？好多了，这些印章姐姐。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扎手的圆圆的温柔的买呀看，这样美人能到手，不枉我千里迎出梦，是呀除了我们这分情之后呢，接下去就是现在的形态了。那据我了解，黄慧姐你经常也出国什么的，对不对？经常到国外去跑一跑、看一看，甚至经常去新加坡，是不是出去旅游的？不是去旅游啊，去工作应该是。到新加坡去工作。跟他们那边的，就是说有个民众俱乐部吧，马林百利民众俱乐部去专门参加慈善义演的。慈善义演。慈善义演。哎，如果说他们那个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说工作繁忙，你也会撇开工作，这一点要感谢我们粤剧领导，对我的支持，对他们马林百利的支持，真的是。他每年就是说要筹集很多钱，给咱们资助那些老人院啊，还有那孤儿啊、残疾人呐、这种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呐，是这种东西。那对你来说很有意义。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黄慧姐去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掌声啊，对不对？他们比较喜欢我。当时我知道你唱的都快累死了，还下不了台，对不对？也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说，以前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每一年都要演，起码演4个到5个折子戏，演2场，然后就前2年吧，前年演了7个折子戏。今年又演了8个折子戏，这样。明年9个，后年10个，后年11个。但是梅科学一片爱心，就算唱了再累，你也是心甘情愿的。对，真的是应该。是不是跟那边很多的人结下了生活的友情？应该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黄慧身边的朋友呢，肯定觉得这个非常的幸福，因为黄慧对每个朋友都是非常的真诚的，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接下去我们要有一个心理测试题，再来考考友情程度啊。最后一个了，你不要紧张了哈。我不紧张。郭芙马上就要毕业了哈。你会选择哪一幅布置自己的卧室？下面有3幅画，你会选择啊。第一幅画是大海彼岸的山脉，第2幅画松林后面朦胧隐现的山脉，第3幅画江流远处尽头的山脉，是很远的尽头的山脉。选择哪一幅？第1幅吧。A， 你是爱恨极为分明的人，一旦认定的朋友，即使为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是属于正义感很强烈的人，对于厌恶的人就不屑一顾了，甚至嫉恶如仇，是不是很准？很像，太像了，我自己觉得特别像。真的、啊？你们哪里找来的这个心理测试题？非常感谢我们的编导给我们的智慧提供智慧支持哈。哎，那说到这个黄慧姐对朋友，刚才也说了很像，有什么例子呢？能表达一下呢？我就是在外地的许多网友嘛，也很喜欢她，经常到我们论坛上来发帖子，就是说很喜欢黄慧，但是呢，没有机会能够跟她见面。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到上海来，只要过来了，对，来了，然后就是说跟贝贝有联系哈，对，贝贝他再忙，他也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会接待他们，对，和他们聚然后一下，根本不像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就是很熟的感觉，对，然后他也给人家的感觉很亲切。我有一点感觉就是说，他们是为我而来的，来看我的，我不能当他们是陌生人那种感觉。我有这种心理。我知道我们姜老师是陆派艺术沙龙的，对不对？对。那么我们的张毅也参加陆派艺术沙龙，同时也有黄慧的网站。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你们要点一段名段，送给所有支持黄慧朋友们，好不好？那下面我就点一段黄慧的《送凤冠》。这一段选段呢，我是送给那个喜爱黄慧的戏迷朋友们。爱好陆派艺术的观众们，我做你们呢，能多多的支持我们陆派沙龙，支持陆派艺术，支持黄慧。好，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母亲娘子心欢喜，娘子见我生母亲。待人在看我眼前，但见他背朝东来，年朝夕。当上大人把我下眼眶，羞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怪我当初做事错，我只有手捧红冠去赔礼。娘子，请来见礼。相遇秀英虽是夫妻，却为人深故连理。他
还是一位千金小姐，我们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小姐，小生这厢有礼了。谢，我真糊涂。想我玉林今朝的中头名状元，他不是状元夫人了吗？我们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对，啊，夫人，下官这厢有礼了。夫人，我的夫人啊，全体需要家务院，且听玉林来相劝。当初您娶你当我夫，我本是新婚婴儿亲良缘，都只为朋友10几年儿你家道尽数偷肉尊，身心差山我夫妻爱得你我化作子也不断缘，今日到集中八路，他用尽心机也忘说，是今日眉目下药风有事。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夫人啊，过去此日你莫再提。你快走关到来进凤关，你不要么多一路女多相劝，害得我是多事多讲多心酸。怪爹娘错前错去错配人，配了你这个负心为你为心欢。我也真好声好气好言分啊，你恰是恶言恶语恶太宽。你不该不生不讲不理，猜你为什么要满手满心我拉装？我自闭呀，受苦受zor受到啊尽，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啊过。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你就该去娶一个美貌是美双娟。
最后呢，我们要请黄慧来对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说几句话。来，请。非常感谢名家名段的编导给我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默默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有你们的关爱，有你们的支持，我会把我的事业，我的路牌事业坚持到底，谢谢，进行到底。谢谢你们。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了，再见。你快走关到来进凤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陆派的优秀传人黄慧以及2位戏迷朋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的到来。那坐在我边上的呢，不用我多介绍了，就是我们优秀的陆派传人黄慧，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黄慧，又是光临名家名段节目，欢迎你。谢谢。那么坐在我这边上的呢，是我们的戏迷朋友姜老师，来打声招呼。大家好，我叫姜磊，是陆派沙龙的会员，也是黄辉的忠实戏迷。好，欢迎。这位呢，大家非常的眼熟啊，这个远看有点像陆老师、陆锦花老师，他就是做客我们3次这个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的张毅，来再次打声招呼。大家好，我叫张毅，这是我第3次来到名家名段了，可见我对陆派的痴迷程度有多深。好，欢迎你。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黄慧姐，你看2位戏迷朋友做客名家名段。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想了解一下你，走进你哈。那么首先我知道有一件盛事对你来说，因为是秦探嘛，对不对？秦探以前是陆老师和傅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那么现在呢，有你和这个裘丹林一起合演。我知道黄慧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当时接到这个剧本，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是不是压力非常大？肯定有压力，因为一方面就是说老师那个角色在广大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深入人心了，已经是，而且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戏。对，然后我知道这个田汉当时还说过，我们的陆老师演的就是他心目当中的一个王奎的形象，对对，而且那么多时间没有演过舞台剧的形象，对你来说压力肯定很大哦。对，确实是这样的。怎么去下功夫去研究的呢？就多看剧本，然后。跟老师联系，跟陆老师美国的陆老师在美国呢，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老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样啊？然后老师跟我说了一些，就是说，这个人物吧，应该说，因为一般意义上大家都觉得王奎这个人物是个反派人物，坏人是个坏人，把这个人物分寸掌握，就是说3分归自己，7分归社会，是这样跟我。希望我把握这样的分寸，就是说，那在演的时候，自己觉得这次演对自己这个表现满意吗？还是这应该说让观众说吧。应该说这个这次复排的那个秦探呢，比原来的呢有所改变了。有的地方呢就是更精炼了一点。有的地方嘛，作为我们戏迷来讲，还是好像有点遗憾。那么黄辉在里面的表演和那个演唱，我感觉还是挺好的，不错的，挺像的，挺像陆老师的，挺像陆老师的，看了很过瘾的，真的啊。那张毅呢？我觉得就是作为戏迷来说，送别没有了，就比较可惜。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喜的是，在那个第2场的伴读里面吧，
加了很多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戏，我觉得这场我非常喜欢。不过呢，说到这次裘丹丽和黄慧的这个演出，很可惜我没有录像，因为我知道你们还在不断的修改，对不对？对，还要打磨。这以后还会什么时候演出呢？应该12月底吧。12月底。12月底。经过这磨练之后，再打磨之后，再呈现给观众。对。那修改会大不大呢？一部本来就已经蛮大了啊，但这次修改肯定是精雕细刻。它会有的小的地方比较，就是比如说可能时间允许的话，就是说，把送别这一场再加上去，可能会怎么样？相继去比较好，处理一下比较好啊。现在我们的黄慧姐呢，在这里呢是要卖个关子，请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在12月份的左右呢，再去看这出戏，对不对？经过打磨后的情探啊。那虽然没有我们现在黄慧和裘丹丽的戏，但是呢，那我点播一段那个陆老师的清谈。好，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张月公实在利用孟良和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言道：张月公不起赵康，故而不便答应之门亲事。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只是有人家。天哪，我不比了，唱的怎么那么好啊？那既然呢，我们的这个张毅呢比彼得呢高了这5分，获得了本年度越剧大赛的头牌。彼得是探花，对不对？但是呢，给你一个机会，就表演一下，点一段名曲吧。好，那我就点一段黄慧老师的折子戏《倩女离魂》选段。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先把名声，你为我问出家观天动地，你为我一路风霜把名节里家偏心深深爱重重，心深爱重恩义长，小生不得与不能，经得配亲亲你牙关手上，从今儿天塌地夫人啊再不娘我的亲，都是凄凉，都是凄呀倩女离魂，那张毅为什么要点这一段呢？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是新排了这个《倩女离魂》这出戏。我呢就是首演呢，其实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但是在那个通过一个朋友，他给我听了那个录音之后，
我突然听到里面黄慧的唱段，我想啊，怎么这段唱怎么那么好听，很轻快的一段唱。然后我因为是从小喜欢越剧的嘛，对流派还是分得挺清楚的，一下子就喜欢上黄慧，喜欢上陆派了。后来呢？后来你当然要跟黄慧姐接触了，是怎么接触的这场面？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吧，让我认识了她，我就跟她说我很喜欢她那个《倩女离魂》这出戏。然后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网友也是通过那个看了她的《倩女离魂》而喜欢陆派，喜欢上她的。黄慧姐对于这个《倩女离魂》呢，对你来说意义应该是很重大的，因为是不是通过这个戏有很多人认识了你？对，确实是这样。张毅吧，还有姜老师吧，还有我许多就是成都的朋友，还有香港的朋友哈，好多朋友，反正是。以前人家只知道我是演老生的，从这个戏开始，人家才认识哦，原来黄慧能唱小生的。现在我都没有敢引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既然我们的黄慧老师说出来的，那我就要问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黄慧姐其实是一个很用功的演员，而且呢，做任何的角色呢，她都会用功去做。但势必下呢，有的时候你在演员老生的时候，会非常的出类拔萃，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你是唱老生的。当时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郁闷呢？也不是吧，也不是特别郁闷，就是说。当初我演那个老生戏的时候，那时还在戏校，很早的时候，在戏校学了1年的时候，我们正好86年的时候，越剧院有一次演出在香港去演出，然后里面有一个打金枝的老生，然后院领导就考虑到我那个时候觉得很惊奇。唐璜，张慧峰老师，那张慧峰老师演的打金枝的那个唐璜。哎呀，我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找我来演老生？那个时候小孩子嘛，哎呀，好看，反正唱小生好看，唱花旦好看，戴个胡子总归不好看，那种感觉，所以好像不大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然后领导跟我说，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尝试一下。当时你其实心里有负担的，有，特别有负担。我觉得我的嗓音条件根本不适合唱老生，我的声音其实我的声音是花旦的声音，应该说是这样的。哦，真的啊？对，然后但是我对唱了比较感兴趣，我什么都敢唱，老生也敢唱嘛，花旦也敢唱，大花脸也敢唱，可以说就是不像，就不是很像，所以说那个时候领导跟我说了以后，我说那试试看吧。然后我很幸运，那个时候就张桂凤老师亲手来教我的，手把手教我的，所以说。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学得很快的。然后其实如果当时你老生唱了不怎么地的话，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老生演员，你说是不是？还吵的时候，吵的是就是说87年的时候，我们到法国去演出《红楼梦》，那个时候领导又考虑到我演贾政，那我觉得是2个流派啊。那当初演贾政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你身上有一个书卷气，对演老生的书卷气哈，对，真的。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书卷气，我还不大懂，但我也很幸运，可以说，这个戏是徐天鸿老师来教我的，手把手。虽然曲折，我的演艺道路不是很平坦，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路上就碰到了很多好老师。刚才我们的黄慧来说，她付出的努力，这个贾珍的这个塑造呢，使很多人都认可了，还是成功的。姜老师也看过贾珍，看了，成功的这个贾珍是。那么在今天，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点播他演的那个贾珍这一段。好，接下去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黄慧激情演出的《红楼梦》当中贾珍的唱段，一起感受一下。熊大圣，再来，让我去打翻来，把门都关上。老爷，啥子也能钻进新娘里面去？你看，老爷。天哪！天哪！相公家父，司令作宁之中，富贵功名之家。
子。你不能光灿灿汹涌进，你不能为家楼高登，恰与那丫头戏子去。成了颠个门楣，曾死于光绪革命面将来是否要死去？如今的当时父孽子。情愿企图，老丞相放的常远国的妻子，乃是莱阳民苦养的野花女子。此事倘在被人知晓，常远公的脸面何成啊？老丞相实在是为常远公哭泣，故儿们。命下官再来提亲，常远公可办无推洽的了。他们如此相爱，是何是好啊？见吾神梦相依初见，玉梦见辜负来，寒气散落命苦熬，他原是四乡门的贤德的好穷才，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定期再去顾应该。常远公，常远公不要太师的，西天下火引开为，教会本是壮的驴，真比得儿们修女听才，他早经无出心难配，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外在，是这样欠债的良机是难在。岂能无贤人为穷才？自古到今既是要真相配，我实在相负。从今有世上情用神风吹。常月公，意下是何？
逢人相遇哎，有深珍贵开日，只是匆忙之中无有询问，是何是好啊？常月公，这牛水菜不是最好的品物吗？这牛水菜么？原来知见之问，是以它为品。这届张月公心结是牛，情重是山呐。区必问，望不见效。此时待下官禀明问老丞相，接着前来迎接张月公，妻子相扶，一别问婚。不谢见公，告辞。不说告辞。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竟做了天子的门生，谁想的爬去？也困飞黄腾达，旁人百里，好不可惜呀！千中所遇应是牛，王魁今日奉上席，各位我外场公都苦实在，从今与头戴无上忙帮牛带上。这个戏校就是选择陆派的，还是选择什么派的？我学的是陆派和徐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黄慧唱徐派吗？应该说没有听到过。我们首先来一段好不好？掌声欢迎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手。知道她不来草莽人情味，强用来国家经济费所率。宝姑姑你不要笑。不是我听着听着，你怎么很有王派的韵味儿？就是没有王派的这个高调。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黄慧姐呢，把这个当时学徐派的这个风采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后来经过筛选，为什么去选择陆派？因为我知道陆派照来说，这个流派并不是像徐派那么大，对不对？那么怎么会选择陆派？那个时候也是戏校的领导，我们那个乐剧班的领导也认为各个流派应该大家都要去学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戏校学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唱不是单单唱一个流派，我们上唱腔课的时候各个流派都学。今天唱徐派的，明天唱尹派的，后天唱范派的，都要学。然后呢，就是大家老师觉得，哎，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你的个性比较适合谁？那这样帮我们安排分配的流派。那我是比较钟爱流派，陆派应该是。其实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其他流派当然也很喜欢，但是最喜欢的是陆派。我是受我爸爸影响，我爸爸喜欢陆派。你们家是不是粤剧的这个戏迷的家庭呢？应该不是，我爸爸喜欢粤剧，我妈妈喜欢沪剧。黄慧姐也说了，她家里呢，她爸爸喜欢粤剧，她妈妈喜欢沪剧，而且呢，她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粤剧和沪剧都喜欢的。我们也来请黄慧姐来唱一段沪剧，好不好？来，欢迎。西台路马，有对侬深深讲啥？我来做个媒，好的。帮侬称心肠，人在下配门下大，家生生啊，我做媒人可下呀。帮我们看那18只地方。什么是的？发现黄慧姐唱这个沪剧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哈。那么刚才也说了，黄慧姐其实在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充斥着很多这个戏曲的感觉，然后戏曲也给我们带来快乐，对不对？对。那在这里我们准备了几个心理测试题，也是要考我们的黄慧姐的，准备了4个，分别是个性、事业和友情。让我慢慢的谈。首先呢，谈到了家庭，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黄慧姐这个家庭位置是放在第几位的啊？看见她非常的紧张，眼神已经不自在了哈。是张先生全家出去兜风，一家人包括张先生、张太太，还有2个读小学的孩子。现在的时间呢，将近中午了。他们准备呢吃午餐。那么张先生说呢，把车停下来。那么请你想象一下，他们会停在哪家餐厅啊？一是海边的餐厅，B 是公园边的餐厅，C 是普通的农家餐馆，D 是日本料理店、咖啡厅。
你不要紧张。农家菜。天哪！怎么？农家菜象征着简单，说明你太忙碌了，会把家庭摆在第2位，准不准？差不多。真的啊！看来我们黄慧姐一直是对着这个越剧事业非常的执着，有可能家庭是摆在这是照顾不到，有的时候要看情况的，就是说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肯定家庭放在第2位。然后平时比较空的时候，我家庭放在第1位，是这样的也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越剧演员呢，向我们黄慧姐学习，要把越剧放在第1位，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的福音啊。对。那么坐在我这边的这位小朋友呢，可以说小朋友了吧？差不多了。差不多哈。差不多变小朋友了。我出去人家当她是我女儿的。真的，多福气哦！我们的张毅呢，他是跟我们的这个黄慧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缘分。我们认识已经快5年了吧。哦，这个做女二做了5年了。她的路牌唱的特别好，你知道吧？我这里就不同意了。其实我觉得我路牌唱了也不比你差。来一下，我们标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著名的我们的越剧演员黄慧老师做评委，然后姜老师呢做参考评委，打分数、举牌什么的，好吧？好，我们你先来一段吧。宋教骑士吧。哟，这难度更大了。好的，很好听的。鸡鸟归小乡下，永无弥漫阻塞呀。引路人无此苦心家，恰鸟来把永生死有。